幽门螺旋杆菌是真少数会用存伫卫生的细菌，大部分拢是经过喙来传染。感染者大约有90%有慢性的胃炎，如果无接受治疗，有可能会进展成严重的胃炎，亲像萎缩性的胃炎、甲胃黏膜肠化生等癌症的病变。如果患者长期有腹肚胀胀、腹肚痛、消化不良或者是食欲不镇定，就要赶紧看医生来治疗。一般常见就是感染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会有一些腹部的症状，比如说消化不良、腹胀、腹痛食欲不振如果有这些情形的话，是建议来寻求胃肠科医师的评估。那如果就是有这样的疑虑，其实是可以做一些相关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筛检以及治疗。一般我们会选用这个4合1疗法就是会有4种的药物同时的治疗。那因为这支细菌的特性，它其实对治疗的反应，如果单纯就1-2种药，反应是比较不好的，所以会需要使用4合1疗法。那一般疗程是2个礼拜。另外，因为幽门螺旋杆菌嘛，甲胃溃疡、甲十二指肠溃疡的发生有关系，因此医师呼吁要防治胃病，就要对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来做起。只要一旦筛检出幽门螺旋杆菌，建议拢要接受除菌的治疗，就算复发率有3%会搁再次来感染，不过整个成功率也是超过90%以上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